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进入了耶路撒冷，在圣殿宣讲，面对撒都该人的挑战。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从这段经文学到真正的教训，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我们今天的福音经课是耶稣进入了耶路撒冷，他在圣殿宣讲，就遇到了当时圣殿的权贵，那一批祭司阶级的人，就对耶稣提出挑战，尤其挑战复活的问题，而耶稣就提出了教导。这是路加福音当中耶稣跟撒都该人唯一的交手。撒都该人是什么人呢？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我们都没有，突然新约里面冒出来，他是两约中间的时候出现的。他是犹太教的党派，耶路撒冷的权贵，他们这一些人受过高等教育，生活富裕，是祭司阶级，但是他们热衷的是政治，对宗教非常冷淡，他们只关心圣殿的财力，他们服从罗马政府，所以他们尊奉摩西五经或者陀拉为绝对的权威，他们只做字面的解释，他们忽略了先知书，他们排斥了法利赛人所重视的传统，他们否认了复活、使人复活、灵魂永生，他们也不屑相信死后有审判，他们不相信有天使，更不承认有鬼魂，他们只注重献祭跟礼仪，所以他们贬低了上帝的神圣性跟超越性。他不相信上帝对人生的命运有所安排，有命定，他没有。所以他认为他为什么这样做，原因是通不过他的理性，也是因为摩西五经从未提过这一些。可是这一些人在公元70年罗马人摧毁了圣殿以后，他们就消失了。好，我们来看，请看27节到33节，我们来看他们对耶稣的提出的挑战。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个说那个字的希腊文的意思是毁谤、驳斥、顶撞，所以他们很虚假客套的来到耶稣的面前，称耶稣为夫子。我们现在人大概很少人在称人夫子啊，只称孔夫子。夫子的意思就是师尊。哇，既称师尊，应该是毕恭毕敬、俯首帖耳的请教，来学习对方的真理。可是他们却明目张胆的嘴巴说夫子、师尊，言论上是毁谤、驳斥、顶撞、挑衅。所以其实他称耶稣为师尊，真正的用意是尖酸刻薄的嘲讽。所以他们就用特殊的极端的例子来取笑耶稣，因为耶稣对当时人教导复活的事，所以他们就问耶稣说：死人如果真的复活了，那么一个嫁过7个丈夫都是兄弟，而且都没有儿女，然后呢，这些兄弟死了，那寡妇也死了，请问这个寡妇在天堂到底是谁的妻子呢？所以他们就不信死人复活，他们就这样子。好，那我们来了解为什么他会举出这极端的例子。因为他们引用犹太人最重视的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有那个带兄弟立嗣的法律，那个在创世纪38章8到9节的时候，在那个亚伯拉罕在列祖的时候就流传了，以后被摩西的律法把它记下来，尤其记在哪里呢？记在申命记25章5到6节。这段圣经的意思是，当我的大哥他没有生儿女，他就死了，
结果他的遗孀大嫂守寡的时候，就变成没有人养，而且又没有儿女，又没名没分。在以色列的时代里面，这一种人很可怜，几乎只有一种路，就是变成妓女，不然就做乞丐。所以摩西立这个法律原本的意思是要保存宗族的香火，延续不断。在路德记里面就有这个观念，而且要保护家产不至于外流，更重要是保护那些没有儿女的寡妇的生活。那个用意在这里，而撒都该人才不理耶，他只照表面的意思，他反而利用这个来证明死人复活，没有死人复活这回事。那等一下我们再了解他们法利赛人那个撒都该人的逻辑是什么。好，我们来看撒都该人对复活的看法。他们提出这个难题，目的是为了羞辱基督，打击耶稣的威信。他们认为以色列人在公元前587年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呢，到了巴比伦以后，又被哪一个国妹呢？被波斯，而波斯有复活的信仰。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信仰复活的信仰一定是从波斯来的，那是异教，而耶稣基督既然传异教，所以他们很不屑。他们把刚才的带兄弟立誓的那个解释成什么？你知道吗？他说：“我们原本没有死人复活啦，当你为死者传宗接代，使他的死者的儿女能够存留下来。”能够留名人世，意义等于是不断延长家族的寿命跟荣誉。既然是这样，很像中国说的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既然无后为大，生育儿女就是生命的延续，哪有？那就是永生啊，就是永生啊。所以，那就不需要死人复活的永生啊。人只要生儿育女，子孙传衍下去就是永生了。他把现实生活当作永生，所以就没有什么死后审判了。所以撒都该人就夹这个无解的问题来质问耶稣。他说：“来弄清楚这7个人到底是谁呢？如果真的有天堂，那他在天堂是谁的妻子呢？而且犹太人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可以接受一个男人有7个太太。”哪里怎么忍受一个女人有7个丈夫？所以死人不可能复活，他们的逻辑是这样子。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握有手中的王牌，这个王牌一出，耶稣基督马上脸色惨绿，然后夹尾而逃。所以他们认为，你看这个带兄弟立誓的，你又说有复活信仰，这2个根本跟这个为兄弟立誓的法律就矛盾嘛。荒谬可笑嘛？那耶稣怎么传这样子呢？好，他这样讲，他以为他的王牌已经出尽了。好，我们来看耶稣怎么答复。耶稣在答复的时候，他在34节到36节，先讲明了复活，维护复活的信仰。然后呢，37节到38节再解释摩西五经。很有趣的是，耶稣基督答复，他先处理说好。那请问这个女人，这位寡妇是谁的妻子？耶稣用了双重的论证。首先，他一针见血的说：“哎，对不起，来世的生命跟今世的生命2个是迥然不同啊！来世的生命不是今世生命的无限延长啊，而是一个更新变化的生命呢。”你知道我们华人社会里面那来生是今生的无限延长呢。所以你知道吗？忧山顶忧水，忧人顶忧贵，就有阴间。所以阴间的吃穿用都是阳间供应呢，对不对？所以信基督教的人就被痛恨，压缩搞戏不让考，这个已经够可恶了。压缩搞戏不让好，对不对？没有孝的话，你的祖先就当恶鬼呢。因为你不拜嘛，那当恶鬼呢？啊，你又不去跪猛抓起猛处，结果他的房子就屋漏连逢什么样？连夜雨啊，那更可怕。你这个对祖孙已经让他恶鬼，
所以我妈妈看到我信耶稣就说：“我死你望头乌目睭呢，你没头乌目睭呢？”我说：“我参加追思礼拜100多次，我当牧师的都没有挖过人家的眼睛啊！你从哪里听的？”他说：“你们信耶稣好可恶！他祖先到了阴间以后都没有东西吃啊，然后去这妖怪啊，所以你们都把那个眼睛挖掉。”我说：“真的没有啦，我也帮人家办过入殓，也没有跟他挖眼睛啊。”他哪里听的？啊，这就是清末民初的时候对基督教的攻击啦。他们也说攻击说什么？还有信耶稣还要跟牧师洗澡呢，尤其浸信会的。还跟牧师一起浸在水里，哎呦，好可恶哦！男女授受不亲，而且还牧师跟人家洗澡，而且还抓住了眼睛，拦着腰就给他浸下去。啊，他们说这个洗澡，还有你们更可恶，那牧师会变魔术，拿一个东西这样小小的练，下面人就流眼泪，然后就给他吃下去，结果灵魂就被他勾走。他说圣餐了。这些很多的这种观念，所以他们都是认为今世因，来世果，来世呢就是现在的延长啊。这个观念里面就是这样。所以你看，有没有发现台湾人那个死人的时候，还要盖房子给他，对不对？那个房子现在越来越变成什么？透天的，还有别墅呢，还有什么？还有2个而且还有抽水马桶呢，里面还有摩托的车呢。还有2个了，还有越南的外劳，还有印尼的泰国的，泰国的较骨力，越南的较伶俐，他都是这都是人间想象的，所以呢，他们也是这种想法。耶稣说错了，人复活以后是全然的生命啊！如果今生贪婪，复活以后更贪婪，哇，变成满泥不输贵，那还得了？对对，所以不是啊。所以人一复活以后，就不受死亡的威胁。罗马书第6章第9节告诉我们的，人就像天使一般的属灵的生命，所以延续生命的婚姻就不需要了。所以人死人复活以后，就称为上帝的儿女，就脱胎换骨，变成一个荣耀的属灵的身体。然后这时候就可以完全的亲近上帝，所以就分享了基督上帝儿子的名分跟尊荣。这罗马书8章29节，所以你这个问题本身就错了。你先假设错，然后你先前提假设错，就是来世是今生的延续，然后再就用错误的前提来导致错误的结论。所以马太福音22章跟马可福音都有提到，他说你们根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所以请注意但是要注意这里所说的这个死人复活，这里耶稣所说的是从死里复活，不是死人的复活，这什么差别啊？来，你们听一句，我看你们听懂吗？你知道吗？耶稣的死是吞灭死亡的死亡，不是被死亡吞灭的死亡，听懂吗？耶稣的死亡是吞灭死亡的死亡，不是被死亡吞灭的死亡，这样知道哈？耶稣的死把死亡吞灭了，就好像我们把这个房子全部遮到一点光线都没有，伸手不见五指，甚至你的手指头摸到你的眼睛，你还看不到你的手指头，这样的都完全黑暗了。当我们把灯一点亮，请问黑暗到哪里去了？黑暗因为已经封锁了，它出不去啊。那请问它到哪里去了？黑暗被光明吞灭了。那所以呢，死亡也被耶稣基督的死亡，尤其死里复活，把它吞灭了。好，那这里耶稣基督讲的不是一般人的死人的复活，而是说到信耶稣得永生的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一般人的那个复活，那个是另外的圣经记载。今天讲的是得救者，是算为配得那个救恩的这些人。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如果真的死了，我们的身体跟灵魂分开，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
荣耀尊贵的身体。所以这里所讲的是算为配得的，不是靠自己的功德，不是称自己为义而来赚的这个地位，而是领受了耶稣基督白白的救恩，蒙了上帝的恩典啊。然后呢，在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将来要进入那个将来的世界天堂，我们除非我们经历死亡再复活，从死里复活，我们才能够进到天上去。所以现今我们基督徒是有极尊贵的荣耀，我们称为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不但已经重生了，而且被上帝悦纳，进入上帝的家中，称上帝为我们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跟上帝有团契。但是当我们从死里复活，进入神的家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一个更尊贵荣耀的身体。这里所以耶稣讲的是这个。好，耶稣讲完了以后，讲第二个问题来。耶稣说：“上帝是活人的上帝。”37节到38节的上半节，耶稣处理完了到底有没有复活这回事，其实耶稣一点都不回避，他用撒都该人最承认的摩西五经，而且撒都该人最敬奉的经文是什么？就是荆棘篇。那荆棘篇我们没有听过，荆棘篇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时代，那个圣经没有划分章节啦。所以当时称那个出埃及记3章1到6节称为荆棘篇呐。好，所以耶稣基督他没有用那个偏僻、难解或者被人忽略的经文，而是用了撒都该人最眼中认为极具权威的荆棘篇，就跟他们讲说：来，那荆棘篇里面，上帝启示他说：“我是自有永有的上帝，对不对？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跟雅各的上帝。”这句话意思就是，上帝说：“我曾经跟亚伯拉罕立约，我也坚固这个约给以撒，我也跟雅各立约。”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按理说，上帝只跟活人立约，人一死就不能维系盟约，这是犹太人的想法。所以犹太人认为，婚姻一死，配偶一死，他就自由，他可以再嫁都没有问题。不像中国文化说男有再娶之意，女无再嫁之什么？这个实在是那个重担。好，那个盟约，所以摩西的时代，他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早就去世很久了，去世了400多年了。但是上帝却自称是他们的上帝，在人看来早已去世了，但在上帝看来，他们是活着。虽然他们脱离了尘世，但是他们依然活在上帝面前，而且等候将来身体的复活。如果说没有复活，那上帝就不是他们的上帝了，而表示列祖仍然活着。所以，否则如果没有活着，那上帝就是死人的上帝了。但是上帝当然是活人的上帝啊。所以摩西其实在这里就提示了死人复活跟永生是有的。他的结论是：撒都该人，你们错了。人的灵魂能够复活，身体也能够复活，因为在上帝面前，所有人都活着的。而这个信仰要确立呢，是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才成为人类复活出熟的果子。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段经文里面就很清楚的这样讲解？好，耶稣路加结束这个报道的时候，说在场有几位文士，那些文士都是被那个撒都该人打败的。他们就说：“夫子，你说的真好。”以后再也没有人敢问他什么了。所以这个结束表示耶稣基督完全凌驾了撒都该人。撒都该人面色惨绿，无言以对，因为他们绝不敢说上帝是死人的上帝，他们也绝不敢说那个荆棘篇错了。他们根据荆棘篇，可见他们解经错了。好，我们来反省这段经文。路加编辑这段经文，不仅关系耶稣基督宣讲的时候遇到撒都该人的挑战，其实也反映初代的基督徒他们所面临同样的挑战。换句话说，这个故事是辩护基督福音最佳的典范。马可跟马太的平行经文里面，
对撒都该人这些受教育的以色列的贵族，这些祭司信奉五经的，并且认为自己极其聪明的，耶稣批评他们对两样真理一无所知，就是什么呢？耶稣说：“你们错了，你们既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马可福音12章24节，英文的新译本圣经。好，所以我们现在来想这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面对撒都该人的挑战跟质疑，有一些人不明白圣经的，那个有东方闪电的或者全能神的人，现在剩在我们教会，他们拿那个材料一看就知道。好，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面对这些呢？好，撒都该人过分强调理性，他们用偏见来读圣经，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正明白圣经。他们先不相信死人复活，所以就用这个观念来审慎经文，所以他们得出了荒谬的结论。他们就怀着恶意，引用荒谬的假设，又合乎逻辑的故事来刁难耶稣。耶稣没有被这些荒诞的假设所难倒，因为耶稣熟悉他们的背景，摸清他们的底细，所以耶稣气定神闲的表明了立场。然后耶稣给我们立下榜样，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来呢？就要学习耶稣用爱跟真理跟他们交谈。耶稣基督素知情理，心里面充满着爱，但是他的脑筋里面是非常的清楚。我们基督徒一方面要非常的冷静，头脑清晰心里面呢火热，不要头脑火热心里冷漠那就惨了。对不对？是这两个，所以耶稣基督跟他们谈的时候说，变成死人复活是合理的，因为撒都该人没有办法反驳，也不敢反驳，他们就灰头土脸。好，所以我们面对挑战跟质疑的时候，我们要常做准备，认识对方的背景、世界观、道德观跟价值观，然后运用适切的词汇跟论据，让对方领悟。然后拨乱反正，耶稣的答辩就否定了他们这些自然主义，反驳他们哲学，印证了这些人的乖谬。但是我们也要弄清楚问道者的意图。如果他只是在我们跟他们耗时间，那费尽周章，得不偿失，争议的焦头烂额，没有必要。相反的，如果有一些人是真心求道的，寻求真理的，那我们就要像彼得告诉我们的，把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他们。这彼得前书3章15节。人的悔改跟归信还有我们要宣讲复活的基督其实有赖圣灵的恩典。所以我们要一面宣讲基督，一面求圣灵感化对方，然后我们要用爱的充满爱心的等候，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耶稣基督虽然驳斥的，可是撒都该人有没有信呢？还是没有信，因为他要信的时候，他就变成他要放弃他的既得利益跟既有思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人生里面有两个最大的困难，一个是既得观念者很难改变，一个是既得利益者很难放弃。我一信主的时候，在聚会所受浸，在聚会所，我那时候都用聚会所所有的观念挑战基督教，对基督徒都很不屑，对所谓的公会然后以后书读多了以后，整个发现，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大学的时候是读什么？读改革中的那个强调预定论，所以我对很多都很强调，所以我那时候最痛恨圣公会。尤其痛恨那个用礼仪的，就这样。然后等到我以后在大学以后再转为追求灵恩，那我一追求灵恩以后，哇，对其他教会觉得他们里面没有圣灵，然后我生命一直改变。还好幸亏那个持续的读经帮助我，然后让我醒悟去看。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来看，既然撒都该人是误解圣经，而且错解圣经。
而且他们没有用圣经，那我们就来反省，那到底我们怎么样来真正的研究圣经，让我们明白圣经呢？好，研究圣经有3个原则啊，请注意，有3个原则。第一个是圣灵的光照，因为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那个上帝所默示的那个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把它翻作 God breath， 上帝吹过气的。上帝曾经对一个塑造物吹气，对一个泥土吹气，那个泥土就变成有灵的活人亚当嘛，对不对？所以圣经的话语是上帝吹过气的，真正的作者是圣灵，所以圣灵在客观上启示那些圣经的作者真理。然后我们读圣经的人呢，我们要主观的求圣灵光照我们的悟性，把客观的真理化成我们主观的体验，主观的明白跟体验。OK， 信仰上需要理解，理解完了以后内化成为我们的思想人格，外显成为我们的言语行为。这种内化跟外显的过程叫做光照。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说上帝启示我，哪里启示你？你把它写下来变启示录，对不对？我说都不对，因为上帝在启示录里面说他已经启示已经完整了，不要在上面加添什么或者减少什么。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会再领受启示，因为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而使徒的跟先知是领受启示，那我们在上面建造，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再领受新的启示，但是我们要领受圣灵的光照。好，那我们看圣灵到底光照什么样的人？第一个，圣灵光照重生的人。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见不是那看见，见是明白。”所以保罗也响应说：“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知道，才能看透。”哥林多前书2章14节。所以要明白圣经，要怎么样？要先悔改认罪，让圣灵住在我里面。第二方面，圣灵光照谦卑的人。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保罗也对以弗所的教会祷告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我们要求神的圣灵，既然他要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而保罗也这样祷告。其实诗篇的作者也这样祷告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诗篇119篇18节。所以我们每次读经的时候，我们要求圣灵引导我，开启我，赐我悟性，使我明白真理。好，第三方面，圣灵光照顺服的人。诗篇119篇34节说：“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我们读圣经的目的不是要参考看看啊，看看哪一个呢东挑挑西挑挑，然后看哪一个可以顺服，哪一个不能顺服啊，算了，就选择算了。不是，读圣经的目的，求主赐给悟性，是要遵守神的法律律法，也要一心遵守。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人，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真正的爱主是有了主的命令，读神的话语，而又去遵行，这才是真的爱主。所以圣灵光照那些顺服的人。最后一个，圣灵也光照那些分享的人。耶稣说：“你们若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换句话说，一个有福的人，每次听到最好做听到笔记。听到笔记完了以后，写说：“我这个听到的人，听得到以后，我怎么去实践？然后呢，实践完了以后，我怎么跟别人分享？”我以前在大学时代，真的每次听到都很认真做笔记。做完笔记以后，我至少讲给3个人听，帮助人。好，
刚才我读的路加福音我们听不太懂了，真的听不太懂。他说：“你若你要给人，上帝就给你。说你分享的时候，你分享出去的时候，上帝就给你更多。很特殊很像那蜡烛你点燃别的蜡烛以后，那个蜡烛一亮起来了，可是你自己本身不会熄掉，然后就更亮，然后再点了更亮、更亮。可是耶稣讲的话很幽默，他说你要给人你如果一给人的话，上帝就怎么样呢？上帝就用十足的升斗给你，然后呢，连摇带按，上尖下流。你们听不太懂我家以前卖过米，我知道。那个来我们家买米的人好多人只有买1斗，他们家10口，1斗只能吃3餐、4餐，我就很同情。我妈妈叫我用那个米大力冲下去，然后盖平，1斗刚好11斤半，真的很准。那我看到他们家比较穷我就用那个升斗，以后我就把它上煎那个米是盖平嘛，我把它用尖尖的，了解吗？煎到会流出来了，叫上煎下流了。煎了以后呢，变成13斤半，然后呢连摇，那什么按，连摇带按。这摇的这上尖下流，再连摇带按，弄得很满。结果呢，1斗变成15斤。结果在卖的时候被我妈妈看到，就辣耳朵，你是这个红鸡啊你我们就是。那耶稣基督说，我们给人就大方一点慷慨一点就上面是尖的啦，尖的下面要流的，然后那个米连摇带按意思是这个样子。所以一个人愿意听到了去分享，就很棒。好，第一方面我们要圣灵的光照，第二方面我们要有规律的研读。圣灵是我们第一也最大的导师，我们要负责任的使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理性，有规律的研读。耶稣说：“你们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路加福音12章57节。耶稣要我们运用理性跟常识，而且要我们有规律的读。来，诗篇第1篇第2节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作为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好多人在读圣经都不用思想，都喜欢说主啊主啊喊。我以前就在聚会所读生命读经都叫我们不要有思想，不要有头脑，你要用灵来接触。然后主啊导读在这样子，弄得都用情感来读圣经，不会分辨。所以在认识真理上，接受圣灵的引导，我们不可骄傲缺乏祷告而遭受拦阻，也不可以懒惰不勤奋而停顿。我们必须在真理的圣灵前降卑，但也必须献上自己，有规律的研读。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说庇哩亚人咸于帖撒罗尼迦人，他们天天的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好，第三方面我们讲到2方面了，对不对？一个圣灵的光照，一个是个人的研读。第3方面是教会的教导。如果一个基督徒的谦卑祷告、殷勤跟顺服研经，并非明白圣经唯一的途径。如果我们读经接受圣灵的光照，而漠视了圣灵对其他人的光照，这样根本不是谦卑。因为神在教会里面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教师和牧师，唯要成全信徒，各尽其职。以弗所书4章11节到12节。可是以弗所书3章18节也说，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从这个观点，我们应该比往常更尊重传统。请注意，我们要尊重传统，而不是传统主义。尊敬传统的意思就是历世历代以来基督徒从圣灵那里领受的真理，领受的真理。而传统主义是古代人说什么做什么，我们非这样做不可，这叫做传统主义这样了解吗？譬如说，有一个人说，我在长老会读神学院嘛，长老会就反对传统主义。举个例子，你知道加尔文认为圣经没有说的都不能做，马丁路德说圣经没有反对的我都能做，你们相信哪一个？
如果圣经没有的啊，你都不能做，你怎么可以吹冷气？所以不可以用钢琴啊。所以马加尔文呢，只能唱经文诗歌，其他都不能唱。啊，马丁路德说没有啊，只要容神一人啊，都可以啊。所以他要唱什么？他就唱那个基督精兵前进啊，什么那个，哇，他用德国的民谣来唱歌，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不要用某一个传统来否定别的传统，而我们基督徒应该更宽广，我们更宽广。我以后加入卫理公会以后，我读了约翰卫斯理的著作以后，我发现，哎呀，约翰卫斯理这个人心胸多宽广啊！他宽广，他这个人受了路德会的人影响，使他知道因信称义、重生得救；他又受了圣公会的影响，那种强调什么？强调圣经、传统跟理性，但是他因为因信称义，他又强调什么？强调经历。如果一个人有圣经的真理，哇，又有理性又有传统，可是他没有重生得救怎么办？所以他就把它变成很宽广。如果我们认为用圣灵的带领，而否认了圣灵在2000年来对普世教的引导，其实我们骨子里面是蛮骄傲的，认为圣灵只光照我一个人，所有人都错了，所有人都不对，你就没办法跟众圣徒明白基督的爱。而且圣经上光照个人读经，也光照团体的读经。哥罗西书3章16节说：“当用诸般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所以读经的不是只有牧师读得好啦，你的弟兄姐妹有时候看出了亮光，我整个人都愣住了，哇，很精彩。我们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好，这个圣经的方面，我们来看撒都该人。第一个问题是不明白圣经，第二个是不晓得上帝的大能。那我们来要了解哦，就是不知道复活的信仰。那复活的信仰到底在讲什么？我们来清楚。今天我们来讲那个耶稣基督今天所说的那个信仰。基督教的本质是标榜复活的信仰。新约提到3种复活，基督徒的3种复活。第一个是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复活是拿撒勒人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约死后36小时，他的灵魂曾经下到阴间，就是死人的住处。可是他的身体被安放在坟墓里，结果他的灵魂跟身体复合了。其实死亡就是身体跟灵魂分开。他的灵魂身体复合以后，复活使十字架产生了重大的意义。在痛苦不堪、灭绝人性的世上，复活成为扭转乾坤，使死亡跟苦难变成救恩的泉源。所以耶稣就成为所有人的救主。他的身体复活了，变成荣耀的身体，所以他可以冲破坟墓。其实那时候坟墓是什么？有大石头绑着、堵着，而且还有裹头巾，还有链布。所以等到那个彼得跟约翰去看的时候，发现耶稣的裹头巾呢，还窝成一团，耶稣的链布还卷得好好的。耶稣基督好像整个气化，他的复活的生命冲出来了。那裹头巾没有凌乱，如果一个人真正复活挣扎起来，就裹头巾就拿掉，然后拿掉。结果我们耶稣已经复活了，外面大石头挡住，还有罗马兵丁所贴的封条。罗马人是非常注重连坐法，哪一个人看哪个兵，那个兵看哪一个犯人，那个犯人逃走了，是杀整连的人呢。而且如果我是看的，不是杀我而已呢，连我爸爸妈妈、我的兄弟姐妹、妻子儿女都杀的，那连坐法。所以你看那个保罗在那个腓立比的时候，那个腓立比的监狱看到地大震动，整个裂开了。腓立比监狱的那个罗马兵丁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妈的，自杀啊！什么逃？一自杀表示我殉国嘛，了解吗？我家人就不用那个嘛，我就可以到中烈祠去嘛。而且我的儿女还可以终身奉，对不对？那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耶稣基督整个冲出来了，那个生命的大能，而且他也穿过闭锁的门户，跟门徒显现，
然后又隐没，然后他胜过地心引力，最后升天。他成为一切去世圣徒的初熟的果子。哥林多前书第15章20节。所以他以复活的大能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是生命的主，是救主。他掌握生死的钥匙，他带来永生。所以我们每个主日的崇拜都是在参加基督的复活日。好，我们来看这个基督的复活。我们看第二个，身体的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保证我们将来在末日的时候，我们身体也要复活。当基督来的时候呢，那个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到53节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一个奥秘，我们这个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我们带着这个身体没有办法进入天国。朽坏的不能承受必朽坏的，所以他把个奥秘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要睡觉，都要改变。一霎时，眨眼之间，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这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结果必死的变成不死的，所以我们将来生命要改变。所以保罗也是这样讲。这样讲的时候，那你看，耶稣基督要叫我们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成荣耀的身体。所以我那时候就没有发苍苍、视茫茫而齿牙动摇，对不对？而血压高了就没有了，变成荣耀的身体。真的，所以复活是上帝给我们标杆，我们将来要复活，变成尊贵荣耀的身体，这是基督告诉我们的。好，第三种是罪人的复活。罪人的复活，第三种是罪人在灵性上的复活，是什么呢？就是在耶稣的复活跟将来信徒的最后的复活中间有一个叫做罪人的复活。所有受洗的人在灵魂上是复活的这件事情。我们本来灵魂是死的，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但是上帝借着洗礼，就是叫我们认罪悔改，重生了我们。所以耶稣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所以我们受洗的时候，不但重生，而且与耶稣一同埋葬，罪恶埋葬我们的灵性的坟墓里。我们埋葬了，并且与耶稣一同复活，赐下永生，所以我们就得着。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中间你还没有信主的人，你就没有办法寄望将来从死里复活，你只能死人复活。那个死人复活是复活以后接受上帝的审判，而基督徒是从死里复活，这两不一样。死人复活是面对永生永死的抉择，然后呢，他就进入地狱里面，因为他跟上帝的爱隔绝。而从死里复活是复活了以后变成荣耀的身体，成为上帝儿女的尊荣。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些人已经灵性上复活的人，已经是从罪恶里复活的人，然后我们将来还要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要努力坚守上帝所赐的恩典，因为我们有内在的老我、外在的世界跟撒旦的试探，我们很容易偏离正道，忘记上帝给我们的目标，从永恒的角度来看生命，运用时间跟金钱跟才干。所以保罗讲完复活颂以后说：“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在基督的劳苦里面是绝不是枉然的。我们人生所做的事情，到了死亡的时候，你再有多大的财产，你都要放松手；你有多大的家业事业，多少著作，你都要放手。唯独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当我们把人带信主的时候，请问那个人他就进入永恒里面去。所以耶稣基督他当年是他死的时候，希伯来书第2章10节说，他死的时候是把许多的儿女带进荣耀里去。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我们是把他带进这个将来从死里复活的荣耀里去的，那是个很尊贵的事。那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所有的我们的金钱的奉献，我们的才干的恩赐的奉献，你知道吗？圣经上说法说什么？我们不是钱奉献就了了呢，我们是如今所种的，了解吗？是人多种的多说，少种的少说。
所以我们今年所种的是照上帝给我们的比例，一种下去的时候，在永里面是收入是100倍到60倍，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不是说啊，那我种了又将来得到很多的那个，不是为了要赚得功德，而是因为上帝已经爱我们了。感谢我们的天父上帝，他喜悦使人复活，他借着洗礼喜悦赦免，洗净了使人的罪行，又借着他的道跟借着圣餐施恩典。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的领受神的话语，基督领受圣餐，基督再一次的坚固我们，更新我们，再一次除掉我们的老我，使人的罪恶跟思想跟行为，我们在基督里变成这样的。所以，我们基督徒面对将来复活的荣耀，我们现在就应当做准备，而救恩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准备好了。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知道死亡是人的有限性，打破人是万能的神话，死后的生命超越我们理性的范围，需要靠着信心去把握。而基督徒承认死后有生命，但是这个生命没有办法用精确的言语表达，这是要靠圣灵的光照跟启迪。所以保罗说，上帝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我们眼所未曾见，耳所未曾闻，人心所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2章第9节。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复活以后，我们这个人知道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我们不知道，但知道我们主必要像他的时候，我们就要以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直尊贵荣耀，以基督复活的身体一样。既是这样，我们在基督里就应当努力竭力做主工，应该报答神的荣美。将来我们要以基督得到荣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求你恩待我们，不要再惧怕死亡，因为你已经在十字架为我们而死了，而且你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永生。主啊，基督你的生命透过我们的洗礼，我们与你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亲爱的主，帮助我们对永生充满的信心与盼望，也让我们因着这样的信心跟盼望，我们带给我们喜乐，带给我们勇敢果断的去多做主工，去传福音，为主奉献。愿主你的荣美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